第10课离合词解句。一、表并列关系，演绎的离解。汪波宁啊得米坎那瓦那借驴借手。五根集眼耳鼻舌身。原登洛巴尼却三几登拉喷。求学问有益于佛法与世间。B 归纳的和读，Sharam Nupham 强借尼丘西欧，东南西北为四方。紧巴东瓦去请松瓦尼，虽南给错引。布施与持戒皆是福德资粮。2表选择关系。前面单句啦，漏旁米漏，学或不学英明论点。科威黏密拱那叫啊戒啊米戒，修轮回过患，生不生厌离心。3表疑问语气。Rapture 第请念土 Sam， 千偏孙错北体行谢巴大善现如意云何？可以以诸相具足观如来乎？